喺港島咧揾個近地鐵站一個大型小區嘅大單位咧，寶翠園咧一定係其中一個選擇。今日我哋參觀一個高層嘅海景單位。入到嚟客飯廳啦，首先咧飯廳呢個位置咧可以放一個4到6人嘅飯台啦。咁咧寶翠園咧有啲鑽石型嘅，通常咧客人咧都會將佢咧拉直佢咧嗰個比較好放家具。咁咧喺梳化位咧就放出一個我哋嘅海景。參觀呢個單位咧係連一個工人房啦，而且工人房咧有自己一個獨立嘅洗手間，咁同埋咧廚房咧都比較方便，喺廚房嘅窗望出去咧都仲有海景添。再嚟到睡房區啦，咁呢個係一個3房1廳嘅設計嘅，咁其中個細房咧有一個少少鑽石型嘅地方，但係咧可以做翻一個衣櫃咧，都係望到海景嘅。再過嚟主人房嘅空間咧，可以見到格上咧都比較四正咧，空間比較大，做3邊廊，而且咧呢間主人房同隔離嗰間細房咧都係望翻另外一邊堅尼地城嘅海景，同樣都有山景。如果有興趣睇樓嘅話，歡迎隨時聯絡我，下次再為大家睇其他筍盤。